是你站得住你，你要往下再这个不够，你站得住你吗？我来中国来的，对，拜开上别的啥些，所以给不上我的东西，总是啥的那主要他比较容易看，就上上去不都搞不懂那里那啥的。那说起来，如果你情况很难的，刚刚你应该别看到说了，如果你情况哪做得很好，啊，你这个全部啥都不是 yes 了。